从长篇弹词赛金花到中篇弹词徐悲鸿、秀神、雷雨，再到短篇弹词茉莉花开、南唐绝恋，50多项曲艺大奖，4次问鼎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3次获评中国评弹艺术节金奖，积累如此多的作品，收获如此多的荣誉。那么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到底是谁呢？就是他，年轻的曲艺作家胡磊磊。这些年，他创作的曲艺作品层出不穷，广受好评。2016年对于胡磊磊来说更是难忘的一年，因为10月、11月相继在苏州和上海举办了他的首次评弹艺术原创作品专场。这次演出不仅集结了近年来胡磊磊创作的优秀评弹作品，而且还汇集了当今评弹界的诸多名家，可谓是一场评弹的饕餮盛宴。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曲艺界也好，评弹界也好，所稀缺的、特别稀缺的人才就是创作人才，比演员更缺。所以我就觉得胡磊磊这么年轻，可以潜心的创作，静下心来，埋头苦干这么多年。虽然他的年龄不大，但是他的作品已经不少了。而且质量非常高，所以我就觉得作为我们曲协也好，评弹团跟他合作的一面也好，我觉得这样的人才绝对要推出来，让他从幕后走到幕前。因为我们都一般的话，演员都是在幕前的，看到很风光，其实我们演员的背后有着他们默默无闻的耕耘。胡磊磊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评弹的创作是他很难的，因为你不能是专家那个专业的作者来写，不了解评弹的话，我们舞台上是没法说的。那么还有相当一部分演员呢，他是自编自演，那么那个呢现场可能效果不错，但是在文学性上可能稍微就差一点。不像过去几十年前、100年前、80年前，那个时候都是一些文人，很多文人喜欢评弹，所以他是积内行，写出来文采也好。所以目前的胡磊磊呢，他是很少有的，就是评弹演员出身，那么他非常热爱这门艺术，那么后来自己又去进修，所以我对他是极为欣赏吧，非常非常非常的欣赏。胡磊磊地地道道的苏州人，其实他和评弹的缘分从儿时就已深深结下。因为从小土生土长苏州人，那么评弹它是进入每一个家庭的这种文化的血脉里面的，家家户户啊饭前饭后听评弹，然后就从小听评弹长大，这个是一个原因。然后呢，因为小辰光还没欢喜文艺嘅，还觉得小学初中啊也是个文艺积极分子。但是呢，真的是没有想到去读评弹学校。刚刚说了是陪考，陪我的同桌考着玩的，后来居然就考取了。然后呢，等到正式来接触，完完全全进入这个评弹这个领域的时候，你会发觉它的魅力真的是无穷的。那么从你从这块土地上生长到你慢慢的就觉得它是你血脉的一部分，到你非常非常的属于它，它又属于你的时候，那么你评弹和人就会会相融在一起，那么会觉得难舍难分。就它是件从事不管演出也好，最后创作也好，是件非常美妙的事情。1994年，胡磊磊从苏州评弹学校弹词表演专业毕业，跟着师傅跑码头，到处演出。1999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戏剧文学系，进一步进修。就此，从一名评弹演员转型为一名专职曲艺编剧。他的人生也从此开启了一页全新的篇章。写作从小真的就喜欢，因为从小学、中学我就阿拉班次啊、电台发表子上百篇文章，
就有一个积累的，一直是喜欢文学，喜欢创作。那么包括我当时读评弹学校的时候，我当时犹豫，我晚了一个星期去报道。那么当中啊，是平台学堂个校长当我写咗封信，你讲个囡呢，讲我看那个天来，搿些成绩穷好，而且呢，囡一心欢喜写作，讲是现在平台呢没缺创作人的，就讲你可以从毕业啥岁留下来呢，就慢慢的搞点评弹的创作。其实这真是有由头在里面的啊。所以我这次平台学堂过后，我就非常用心有心的去先从写开篇入手，比如说我请教邢彦春老师啊、周应全老师啊，这些评弹界的一些这个作家们，就是非常用心的去请教他们。所以从评弹开篇入手，评弹学校就开始了，一直在办码头，我做义游的。那么首先呢，我到每一个地方，我就是说先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那我在台上的开篇不是只唱传统开篇，我基本上是自家会写，譬如说我在上海，我从上海滩个七家八乡个大书家全部侪写进去来唱开篇。我在讲音上我就会去写徐霞客啊、写谁呀，把它写进去。那么就唱自己的开篇先。那么一直到后来，我觉得这个当时我们还是走市场的评弹，全部侪开毛片的书那里向。那么我就想，哎呀，创作一部自家写的书。最早是先说老师的，就是王文耀老师的书。后来觉得还是自编自演，要争取更多的市场嘛，就开始自家写书噻。那后来就是又有机会可以到高校去深造，专门去学编剧。那么从南艺的这个编剧，一直到南京大学的艺术硕士的这个学这个编剧的专业。那么首先你从实践再到理论，理论再回到实践。那么这个创作有它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和普通的演员的自编自演又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胡来呢，认得里蛮多面子了。我记得90年代中期啊，你刚刚辣浪学堂里出来跟书辰光，我经常听书了。随了天然一副舞台，搿辰光呢，你搿辣书上拼档。那么搿个辰光，你属于搿个创作浪向的一个天赋啊。你欢喜写，所以呢，在这个长篇当中啊，传统书大家学个辰光，你们一样学路了，因学着了，但是呢，你就是有自家的想法。传统书个就讲结构啊，里向个搿个书个矛盾啊，你会得搿个自家懂得塞纳进，觉得搿搭上书门个比较舒服，所以搿辰光呢，你已经有创作个一个才能让体现出来。虽然呢，你是创作了搿个长篇担当搿个三金花。三金花曾经我搭里讲了，我讲拿迭个书呢拿出来你来说嘛，侬现在做创作了嘛，所以看到了伊现在有这样一个丰富成果平台个中篇短篇还有其他一些搿个文艺样式个创作能够有这样成绩呢，真的是为你高兴。因为不是依赖忙了，也是口里答复个所以觉得后来了真的不容易。希望你呢能够创作出更多个还有个作品，让平台家有很多新的作品，还有个作品还有个作品让你来演。中堂大人，那彩云我真是献丑了。老夫洗而公平。是。伊让杨丽三对夫妻个忙应说，拿点面团出来。放心。青叶引颈为
因为我也蛮欢喜李思雅和赛金花的故事的，因为赛金花呢，我们有几档平台有在思雅各个方面书，大家侪根据自家的特点。那么来呢，就是根据李呢，看书看得懂，而且呢，李会得动脑筋，所以让这个人物浪向大背景的历史的运用浪向呢，李是动过点脑筋的。你看你搿本书里向啊，利用了王安石的诗，为李商隐的诗啊，搿个一些古典的名句啊，李侪用进去呢，拿这个书的分量加重视。我利用上这个人物的心情呢，也把你通过这个诗句呢，更加深的剖析出来。那么，演员唱了让呢，也更加能够进入人物。赛金花呢，是他打电话给我跟那个高老师，然后让我们先听一下、看一下那个本子，说有没有兴趣。其实我们两个人一看那个本子，我们就感兴趣，很感兴趣，因为他文学性很强。刚刚那高老师也说了，他说里边的那个包括是。王安石的诗啊，还有很多那个白居易的诗都在里边嵌在里边的，所以我们两个人一看呢，就是很喜欢。我们说欣然同意，我们就来排一下。赛金花她先是唱《相见时难别亦难》，正好符合李鸿章当时被贬南疆他的所有的心境，所以给高伯文一档片子让他去唱，就是和这个《相见时难别亦难》相同的这种相通之处，然后最后。那个赛金花又唱的他笑，安慰他，就是说这个王安石你和王安石是一样的，皇帝还是会召你回去，又让他笑，就是把这种冲突和把这种人物你把它给挖掘出来。就说呢，锦衣飞渡，李鸿章个人只觉得百感交集，老泪潸潸。因为呢，场子当中神机无奈。别有离恨，将李鸿章为之大清者，呕心沥血，彻底的忠心。每当国家有危难的辰光，虽然残局，侪是我啊。该一次，终日家务一做，我你做罢了，乃是他有才华我啊。马冰开个洞地，你拿去12亿无余，那么搿两场冰开难翻当大。魔鬼的养我钱，不把人家几老百姓骂我马鬼子，欺是我钱，知易难出。你在拿我，砸脱三眼花翎，不脱黄马虎，说出金人，必亡奴家。我40年为之大清的风风雨雨，忠心耿耿。内心的谁落到石岗的河上，我40年来把两公婆为什么相聚时难比更难？分明是那东风，往事吹拂里。我多么也能为国来，为什么披归有踪不花财？为什么我沉入到死？难行，为什么我拉锯死地，来难改？为什么我对心一片花神？为什么
辛劳如霜冰，为什么世态炎凉，身心寒？为什么某年没地早地配？为什么只因每日红粉能背？为什么想起今手在故来？生活中的胡磊磊有点大大咧咧的，性格开朗的他有时会有些不拘小节，可是对待他的作品却是一丝不苟，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因为我呢是平台学堂，现在是一只学堂里毕业的，我比你是高2届，所以我们很熟的，在学校里就认识了。印象当中，胡磊磊呢就是他辣辣学堂里向所表现出来他文采很好，就是经常有写个文章什么来学堂里向，我的就是老师就是觉得作为范文一样的那个演示的。印象当中，胡磊磊生活当中比较大大咧咧，而且比较爽快，跟他的那个性格啊什么，但是他的创作倒是很细腻的，不像他的那个人看的样子那大大咧咧，他的手法笔法都很细腻。这个生活当中，因为你的用心点、你的着力点都在创作上，所以你生活当中很多事你都不在乎，你都能看得很淡。但是对于作品，我是批啥，就是这种要文嚼字鑄必较，就是我对文字是有洁癖的。就是说，一句唱词写出来，有时候他们老师不满意，说这个我唱着不顺，平仄没调，那我说你让我来改，我把它改得服帖一点，但是这个词的意思一定还是要符合原来的意思，因为有时候他们演员到台上，我老大他随便改。刚才前期我是小作者的时候，可能你们随便改，那么到了现在以后，我就是有时候我就希望你们不要破坏我想表达的东西，对吧？最好能够你们改的时候跟我商量一下，或者说由我自己来改。所以这个文字一定要，首先它的这种文本的这种达标，一定要达标。就是说你不要拿出来，人家说哎呀，平台音乐拿出来个本子只喊印法喊口的，我说我本子写的也喊口的，也喊发别的。这就是追求的一个平台的文学性在里面，这一直是我追求的东西。我呢跟他合作过几次，但是这一次是正式的合作，过去就是写了一些小的东西，那么这次是第一次合作。那么因为我非常忙，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写了一个中篇《徐悲鸿》，他说想跟你一起合作一下，请你出山来表演一下。哎呦，我说实在太忙，我实在没空。他说你先看了一下本子，你再说演还是不演。啊，那我就敷衍一下。我说好，你发来我先看吧。结果一看，喜欢上了。那么我回电话给他，我说哎，好的。他说我就是为你和王景量身定做的。这又是他的特点，一个好的作家。他在酝酿这个剧本，在酝酿这个人物的时候，他就在想，我这个人物给谁演是最好，给谁扮是最灵的，而且要根据这个演员的特点特长来写剧本。我们袁老师，应该说他从大脚皇后以后，他基本上没怎么说过中篇。他是个非常挑剔的人，他因为在评弹界的影响很早很大，所以他对文本的要求非常高。那么当时其实在写徐悲鸿的辰光，我是非常有意识的在量身定做的，就是第3回书其实我是为他们写的，我当时还没跟他们说我就先写了，然后写完以后我讲原来是老师你看一个书你欢喜，我讲希望你能够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和行列。结果他看完以后他非常喜欢，他尽管他忙得不得了，他非常忙，但他还是答应了。答应以后，他应该说把徐悲鸿，包括王景老师的奖笔位都基本上应该说达到我当时创作的这个意图，人物的刻画都在里面。徐悲鸿，要得了呀，那是后几名的叫，假使我泪水之上的起来孩子，别问，怎么了？
怎么了？我倒要问问您到底是怎么了？那这个吃个好餐呀，叫我问你，你怎么可以拒绝为蒋委员长画像呢？我的脾气性格，乃是应该晓得的。我一向不承认我自家不欢喜的么子，不欢喜的么子，不感兴趣的么子，我倒真的不懂事。这种美菜，别人求之不得，你却不感兴趣。这样平步青云的好机会，你居然说不喜欢？我看你呀，就是被田汉这种共产党给洗脑了。这个闲话哪不能讲出来？田汉是我的好朋友，你两高头有共同的理想，所以一旦你国要是去配合，为你中国培养新一代的艺术家而努力，你为啥的你到现在还是不能理解？我呢，最大还有一个特点是我喜欢二度创作的，往往很多书到我手里改的了不像样，我甚至把一些经典的传统100年留下来的，我会把它弄得了符合当前一些年轻观众的要求，所以呢，一直人家有的人甚至不大敢跟我合作，就给改得面目全非。所以有的作家我也想，他们好不容易写了一个晚上，就给你一下子全推翻了，我也不忍心。但所以我改的时候不跟作家商量的，跟他商量，他肯定不同意改的。但是你不改的话，现场不一定会好听。但是这一次徐悲鸿这一回书，我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怎么改变。二度创作的话，有一些小的地方那是锦上添花，就很多地方我都不忍心改掉，改来改去也改不掉，有的东西改掉了反而不好听。我曾经也改过剪接本啊、精简本，但是改了几次，还是他原来那个本子最好听。当然，我们也放了许多那个蒋北纬的方言啊、法语啊等等，那个是所以锦上添花，二度创作。所以而且他那个唱片唱词写得特别的棒。我特别的喜欢，我呢，因为每演绎一个作品，我都会留下一点自己的表演风格。那么我可以说，他那个徐悲鸿那个唱词，第3回我这一段唱，是我演唱自己的唱腔特点，近20年来可以说是我最成功、是最喜欢的一段唱。这些辰光我是悲鸿，第一次离开异性流浪到上海。我个啥个日子，我差一点点误杀了上海滩。别别，我是穷人之子，此血。画像都是美，我畏惧生计，理想尽够。
几趟手里啊，三位来四帮忙这种抽辰光啊，来帮助我来完成上一个手上，并且来接受上一个采访。那么我这个手上当中呢，有一位是来语，第二位业余琴弹，这个是我这个独立来创作的。那么这个三位来是，你上海平台头副头长国家学院有徐慧欣来是上水当中呢，我个师姐郝婷。郝婷呢是国家级医院还是所属于教育无限个名人。那么搿位呢是美丽个姑娘呢，甚至郝中区平台头个当家花旦陈怡呢是国家级医院。开场听呢搿位是随时有搿个三位非常著名的水平艺术家来完成搿位诗的。让他开场听呢还向你到表示衷心的感谢。来语搿个书呢，应该讲是比较沉闷的，但是呢，就是这回书说出了心意，而且呢，还是有笑声，是让人含着眼泪在笑。所以我会觉得一个作者啊，其实他你本身是一个平台艺术，葛么想个么子呢，就更接地气。你晓得观众演的是啥么子，你也晓得侬为艺术适合表演的是啥个么子，两体才艺。这样呢，你教出来的作品更加的丰满，然后你接到手里以后啊。你就感觉到得心应手，所以来呢就是这样一个作家，所以理想的么子，你会蛮欢喜的。搿个辣辣整个来语搿一位搿一个中篇里向，搿一位诗呢是非常有特点的，就是你勿是正面才可是搿个人物哪能个，伊是使用了平台个，就是说讲边浪向人隔听啊，搿样子一个手段呢，使得搿个平台个传唱个是啊，充分体现出来，搿个是非常非常关键。辣辣创作上头讲起来呢，其实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创作是一桩非常费用一个事体。外加就是艺术出身，对平台练教，实际上一来呢，你教出来个本子，就是对于你艺术讲起来是比较活跃，就说起来比较就是讲容易。所以我觉得埃个一点是来能可贵，从艺术走上的专业的编辑。搿是非常费用，就外加有这样大个成绩，获得这么大的成功，祝贺你。好吧，你不开就不开吧。只是我有些话要想和你说，不知你要不要听呢？哪说得来最哟？搿专业的精彩记是不能记载，听众还听听个了。大少爷。你有什么话您说，我听着呢。搿些辰光有闲话一讲，搿是肯定没要紧，我倒也想听听。风，反正脑子里一声风，我的怪不得在家里死闹杀谁来听了，唱的这个画面啊！我有某幅画儿要与你带。一声风，不来，花在香，永远像梦。四凤啊，你我只不相离真情，手儿你心生与我好几倍。我爱你一来复一，心口也我爱你像鸟一生死水。
你太执着，我心就快。心想爱后一亏，因为我不是你心中的君子。来，戏剧文学以歌舞演故事，一人一角，对吧？它是台上反正是一角到底。那么用评弹的方式，这个说唱文学，我是自己说的，是以说唱讲故事，就是我对评弹的一个对曲艺的我的一个总结和戏剧的区别，来用这种跳进跳出、一人多角的方式来演绎这个经典的话剧。那么他可能会给底下的观众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哎，我记得了，这个你前脚在演周平，那么后脚在演周朴园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话剧当中的潜台词，那个潜台词是要观众自己去领悟的，要自己去感受的。台上他不可能直接表现给你。那么我们评弹的方式恰恰把这个潜台词全部挖出来了。就是说，凡以你跟踪周平到四分家，那么他在只要是周平和四分之间的对话，他们的动作对一个匪子来讲，他都有反馈。这种反馈它不是用语言，它是用心理。那么这种心理活动正好是我们说唱文学的一个非常主要的表现手段，也是一个就是让观众能够来充分了解人物的这种手段。所以我觉得这个评弹的这个雷雨的这种从表演形式上的创新，到他对这个人物的挖掘，从回目的删减，这个都和原来的作品就是说有不同的地方，但是确实尊重了原著。那么我们在高校那么多高校去巡演的过程当中，学生老师都是对他就是说还是一致肯定的。搿两首唱开的热当当，匪人跟过来忙得里向去，清清爽爽，太受刺激了。还有，乃是搿些辰光面孔上颜色是漂亮着，话里翻青，青里翻红。上头个廖姨一看嘛，耶，不是搿个女人分看就有些多啊，从来分来些个嘛。搿个女人啥地方来的？哎呀，耍起两双眼睛盯牢里向，一动也不动。廖姨晓得，搿个是真正的蓝瘦香菇。搿么呢，还弄两个冰冰硬的廖医师，警告警告你，忙着哩外国头浪向打，来阿哥打，不过打。哎呀，西瓜今朝碰着那碰着在木头一样的，啥个骨头去啊？搿些辰光的犯人们真的叫作业，雨队里向浑身湿腿塌塌的，但是你45不一点点感觉，连那个雨队里整个山谷上爱啥么子？秋风来隆隆，刮风霹雳天，浑身我觉得就是说我可能是比较追求文学性，这个是
其一。但是如果我今天的作品当中有一个叫《茉莉花开》，那个就是一个比较现实题材的。这种农村变城市的这种，现在我们讲起来还是比较与时俱进的这种有点主旋律的这种风格，但是它却非常轻松，非常接地气。当然它也有这种文学性在里面，但更多的是这种很生活化、很接地气的，和我写徐悲鸿啊，和我写秀山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在自己创作作品当中，还是有意的，就是说不要重复自己，尽管我追求文学性，但我希望我的每个人物、每个作品都有一点点变化。不要太固定某个模式，反正当然最终还是要大动播总，要让观众能够觉得你的作品听起来看起来都还有余地米的。是啥话的啊？哦，那武当杀人原来是王主任。啥话的啊？人家在搬着谁让你搞的帮忙着王主任啊，你非得那么干子。就是我们苏州的姑苏城里最后一片茉莉园，就是要被弄掉了。一个老爷子种了几十年的茉莉，跟茉莉的这种情缘，而且在茉莉的身上，他还有一段恋情在里面，就是从这个生活化一直到他的情感的这种东西纠葛在一起。我觉得这个虽然是现实题材作品，但是还是蛮接地气的。他们说蛮接地气，因为我苏州演完一场嘛，他们对昌顺明老师评价非常高，因为很符合他嘛，他演一个70、80岁的老翁，然后他又唱张调，唱得很卖力，然后那个形象，然后也挺好的。那个作品是我好多年前，也是中国评弹艺术节，就是他们与扭打对三个，就是他和张丽华老师两个人演的，当时是中国评弹艺术节的金奖。我们个汉妇啊，滴滴呱呱地的，是个宋军人。宋军人，27岁生长了该到后曲三角。后曲山？对，那这张照片啊，就是我们汉妇16岁辰光，辣后曲三角拍的呢，你看看。谁是你汉妇啊？是的，别去啊。离在了罗大，今年没离花分开，我们个汉妇离谁追着？你一生总爱没离，院子里向种个没离，草地浪向包个没离，身浪几瓣水个没离，头浪打个没离。自家名字叫白没离，但我起个名字还是叫没离。你欢喜吃的是茉莉花呢，你再欢喜唱的还一朵茉莉花，还一朵茉莉花。大爷，没有。大爷，若是你在。你终于住在，若是你来，一心能的紧张。你杀青春，心一度问里梦里相想起。
夫妻在花园前，我得了两高头，从小一头长大，一头种花养花，惜花好花，好花爱花。此次胡磊磊艺术作品专场上还有一个作品不得不提，那就是中篇弹词《绣神》。这个作品的创作背后也是一波三折，非常令人难忘。创作过程应该说很艰辛的，非常。我们去不是很多。我们去采风啊，到南通去了好几次。那么然后那个初稿出来了过后，我们已经集稿出来了啊。对。集稿出来了过后，然后我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我在我们文联有各位老师听说我们在创作那个绣神，他们就给我一个信息说，张謇他的那个家族不准写这个内容，他很忌讳。然后我一听到就懵了，这是灭顶之灾啊！也许我们就是在摇篮里就出不来了。我们前面已经花了1-2年功夫了。对，其实我们已经马上就搬上书台了。对。那么他说你小心啊，小心人家家属找到你打官司啊。那么当时我就非常着急，我就也托了我们省里的领导，就是张姐的其实是亲戚，然后他介绍之后跟张謇的第4代。对。第4代是应该重孙了吧？对。张慎兴先生，那么我们就一起去到南通去拜访了一下他，然后我把本子，就我们现在的本子，给他看了之后，我说请提出宝贵意见，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么忌讳，但是战战兢兢的，战战兢兢，真的战战兢兢，因为我们很怕就是怕死掉，2年的功夫就没有了，所以我就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全部的那个创作过程，那么请您看一看，审一下稿看，如果说哪里不合适的话，我们再修改。主要我们要突出就是沈寿跟刺绣，因为刺绣是我们苏州的一个文化遗产。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像刺绣跟评弹结合，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又是我们这一部作品的新的亮点。那么所幸的是，他看了那个稿子之后，就大为赞赏。他说，那天怎么说来着？他说，其实不是我们忌讳，而是他们把张謇跟沈寿的这一段故事写得一塌糊涂，歪曲了，糟蹋了。对，他说，其实我们家族，你说写到张謇。说到张謇，哪能不提到沈寿？避不开，避不开的。对，你们提到沈寿，哪能避开张謇？他们也是，他们俩之间是说不明道不明的一种情分，都是大家有目共睹，也是他们就是家族当中都是承认的。但是你不能乱写，所以我们在这个作品当中把他们的这种感情，因为有些。说实话，歪曲了他们这种感情，也许猎奇，可能观众觉得很好奇，很好玩。但是第一，我觉得对不是特别尊重史实，还有对张謇这么一个清末的状元实业家，他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和沈寿他之间的这种情感，有时候世人可能世俗之人你是无法真的理解的。对，那种神交那种感情啊，我们把它写得非常唯美。所以这个也是感动他们家族的一个最要紧的一个点。
对，然后我们就一下子释然释怀了。哎，所以总算前面的功夫也没白费，后面能够继续把它加工打造的，能够把它做得更好。他说的你们写的非常到位，其实他们两个人就是那种感情。先生，你这样做究竟为啥哦？为何来？我已扪心自问，岂不为你是清雅端庄，心温。一如顺良非白，与人空过夜雨来。你真下去是力，腹中尽虽然。水花花来美，胸中有江海，血红的外的怀，一片痴情天难海，我莫离君你孤兄。今朝非常高兴来参加胡来来作品周上的演出。
那么我们平台讲呢，的确前辈啊，我们有创作的平台的名家，有陈林师啊、西蒙戴老师啊，包括你所说的曲三房老师啊，的确，伊拉当今的平台讲呢，现在以平台创作的作家呢，的确蛮稀缺。那么后来呢，脱颖而出，交交关关的作品啊，侪是非常的成功。那么搿一次呢，我们演出里笔下的张謇是南通的一个名人，政治家、实业家。还是清末的状元，作物里演出成功，希望下次呢再有机会搭里合作。是用第一趟看见那个作品，受不了那个艺术才华深深的吸引。实际你的接触，那深入到了我的心目当中，就像一个不着人间烟火的仙女。我张謇不是分见过世面的人啊。看见过漂亮的人多了，但是搿种感觉，那是第一趟啊！深深难得逢知己。感恩天公强安排，万红衣历代披盖一心感。美儿知水得有相猜相随。我心太特，心浪费，莫非好梦为费心来。之所以我今天能够把我的这几年的一些作品能够做这样一个专场，我想是离不开各级领导的支持，当然也离不开这些艺术家的支持。那么我们社团既是领导又是著名艺术家，那还是好姐妹，还是好姐妹。对，所以他这次非常的支持我，鼓励我来完成这样一个对我来说人生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非常感谢他，无心而发。其实我跟磊磊相交这么多年了，我就对他的那种敬业精神我特别的感动。因为说实话，作者的话最怕的就是改稿，但是他的改稿的话，真的跟他提意见的话，有一种碰撞的一种火花，而且不怕难，不怕艰辛。这一稿一稿改，有时候我都有点不忍心了，我就觉得哎呀，叶底他可能又是几个通宵。然后他又睡眠又不太好，我就想，哎呀，但是为了作品的话，他说你尽管提，我不怕改，这就是我特别喜欢他，特别推崇他的这么一点，就是像这样的作者的话，创作工作者真的是，他不成功还有谁成功呢？25年从艺，从一个评弹演员转换成一个专业的编剧，而且应该说是目前评弹界唯一的在职的一个专业编剧。我觉得能够走到今天，当然，离不开这个很多这个领导的支持、领导的关爱，还有这些同仁们，我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对我的帮助、对我的提升，还有那么多热爱评弹的观众们。真的要感谢他们。20多年的坚守，终见满天彩霞。祝愿胡磊磊在以后的创作道路上一路芬芳。
在曲艺的百花园里开出更多、更美、更艳的牡丹之花。